台南伫今仔日有民安9号甲万安46号这两个演习。这民安9号演习当中，报起中国用武力犯台，透过飞弹乱攻击国内重要基础设施甲人家厝，造成大量伤亡甲危害。这届有出动陆海空，这公兵营单位总共有60个单位，参与演练的人员超过1300人。到现场的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，中国无放弃用武力侵犯台湾，政府会守护台湾，人民对国家爱有信心。知导台搜救。中国武力犯台，透过飞弹无差别式攻击台南，有4栋联动建筑物倒去，一人伤亡，便已启动大量伤患甲减伤分类，相关单位也启动救灾机制。目前抢救工作如火如荼来进行。海上是模拟台南安平上港船只，和中国飞弹击着导火，台湾港务公司赶紧派船拍火，空勤总队也为空中救援，吊挂救援受伤民众。台南市下昼伫安平上港178号码头举行民安9号演习，模拟中国武力犯台造成国内多项基础重大建设损害，甲风台侵袭造成人民伤亡。按照量查体力紧急手上等28项演习，出动公民营60个单位，动员超过1300人。那因为平常我们都会指望什么这个有天灾地变、有台风、有什么地震的时候，国军会来应援。但是重点是我们今天演练主要是没有国军的应援，我们地方政府能够自主动员。原定甲一港伫台南下昆新转运牌进行汉光39号操演，因为风台应变取消，万安46号演习是如期进行。那民安9号演习会场依属 ATI 警官甲美军高调管理。乌俄战争持续发生，而且呈现一个紧绷的情况，中国也持续威胁我国的安全和发展，因此台湾的安全是我们最大的挑战，也是政府的责任。总统蔡英文因为确诊取消行程，行政院长陈建仁强调，中国无放弃武力犯台，这摆演练关系国家关键设施的安全，透过演练累积经验，才会当伫紧急时刻发挥上大效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